架来下台湾的作曲者所写的歌，所以真有台湾的气质以外，另外是咱来少年也来想，这进前第一条是颜信新牧师所写的词加曲，实际上这个词是引用题目台著书的4章第20来，所以咱来读一遍这个台语的歌词啊，咱来读一遍来背来。上帝找起独生囝儿，羊条来卑微出世，30年久孝顺父母，是正义敬爱兄弟，3年欢乐世界有好，年甲日日日活，乌日有汤鸟食有收，咱的主。无为空叫，来，咱来听一遍啦吼，我会来让你们让我做伙来唱一条歌。预备，来。
真是对咱会有气息，虽不放心高口诉，心那边的就是亚索，当灯吹过大欢乐。对他来。这条歌咱会连唱2遍，所以我伫中就早起是因为即摆只是练歌尔，吼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真正伫礼拜中得到安慰。大家平安。平安。嘛，咱开始今仔日的主日礼拜，请走啊。你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来报扬伊的作为，着对伊来吟诗，伊来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这是
咱三个来吟俄罗斯歌第76首，上第7字。请起立。请大家由阮徛伫，咱同齐来做咱的信用告白，书读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了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死人中国活就天，但做个全能被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公众的教会，信道上通，罪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大家来看启应文。第36篇，也是都是第8篇。要听智慧得救，聪明会出声。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也伫十字路口。智慧伫城门口。圣人啊，我叫恁。戆直的人啊，着合适证明。要听我要讲极好的事。伫创造的起头，上主先做我。古以来，我是伊头一个创造的。伫上起头，伫创造世界以前。我出世的时，要会有青烟；我出母胎的时，大山要会受造。彼时大地甲产业要会创造。
约为安伫长枪，约为伫海面的地平线。伊伫空中布伫云彩，甲海顶界现，互海水未盘过界，甲大地的地基。彼时我伫伊的身边做师傅头，逐日互伊欢喜。以后伊互人徛起的世界，但我的囝着听叹我，着听教示来得到智慧。听谈我的人真有福气。找着我的人，就是找着性命。咱三甲来压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丰盛、慈爱，甲你的听、看顾。伫今仔日是主你的生日，因带咱来三甲来敬拜主主祭，领受你的教导，听你的话，这是何等的有福气！愿确信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掌管天顶地下的主上帝。无论台湾甲世界面对哪里大的压力、甲困扰、挑战，相信主你拢会去掌管这所有的一切来改变一切。愿意将这的挂路甲担当来交托主，求你迄空来听阮的祈祷，阮亲信。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伫台湾这个土地随时的帮助甲保护者。求你赏赐快乐、勇气、信心伫阮的当中，互阮来倚靠你。阮愿意将一切的荣耀来归乎主上帝你。愿安尼切切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这是来看今仔日圣经节，今仔日圣经节是罗马书第3章第9节到20节。罗马书第3章第9节到20节。那安尼，咱犹太人竟有较赢外邦人？无，我已经有7个犹太人甲外邦人拢受罪管辖。照圣经所记载，拢无义人，连一个拢无。无晓悟的人，拢无人来追求上帝。人拢背叛上帝。拢行迷路，拢无人做好事，连一个拢无。伊的脑亲像开开的梦，伊的喙齿干燥，伊的喙唇有蛇的毒，因喙内充满恶毒咒诅，因走真紧，急要杀人流血，因行过的路拢有毁灭。悲惨，平安的路因毋捌，对上帝心无存敬畏。但咱了解，律法一切要求是对伫律法下的人讲的，互人拢袂当辩解，互全世界拢受上帝的审判。所以无人靠守律法的条文。为互上帝宣判做义人，对律法人才知什么是罪。以上，
咱来请信歌队来唱俄罗斯歌《我深爱主》。进度今仔日牧师的题目是上主的名前。
无人称伊。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真多谢咱伫天气无真稳定，上时是连假的上尾仔工来到遮，咱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伫这个季节，恐惊咱拢感觉迄个真冷甲真烧，伫迄个冷甲烧的交换内底，所以咱即时嘛来学习即种冷甲烧的交换。所以假使咱也方便，咱会当甲附近的兄弟姊妹，你会当甲伊握手，握着迄支比你的手较烧的人为止，安尼就好，好无？不要紧，咱若受拒绝吼，不要紧，可能无啥方便握手。总是咱会当甲握手的过程，嘛甲附近的兄弟姊妹讲真欢喜，真欢喜会当甲你做伙做礼拜，好无？这是请开始。你是热的。哦，你的是冷的。你是热的。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恳求主开阮的耳孔，互阮的心听见你的话。安尼祈祷，靠主圣名，阿免。我伫台南新学院读神学研究所的第一档，当时一年级新学生的一年级神学讨论，这是必修课3个学分。当时我入学校咧教课的这个老师是谢秀雄牧师，目前已经无伫这个世间啦。然后我对伊第一堂课印象真深。因为伊就对迄个，咱拢知影老师拢安尼啦吼，迄个有一个办事，行入来，学生咧等嘛吼，有一个办事安尼行入来，行到迄个台前，迄个教课的台前，然后头一句话，伊就对阮所有的人讲，伊讲，啥物人讲圣经写人有罪，无你来甲我辩论看卖啊？听我意思吼？伊一开始就安尼讲，啥物人讲的？讲圣经写人有罪，无你来甲我辩论看卖啊？当时看人有罪理所当然，因为我对细汉就伫教会大汉，所以我感觉迄人有罪这项代志对我来讲是理所当然。所以看算即句话就互我开眼界啊！听我意思啊吼。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这项代志。原来过去台南新学院神学教育的过程，其实真重视这个辩论的过程。所以男神真侪老师拢真爱学生问问题，若无要问问题，伊就要问你问题。换一句话来讲，对辩论的过程内底，咱较知影咱的信仰是啥？我到底咧信啥？总是罗马书第1章18、19、3章20节这段落的经文，其实就是圣经中咧讲人有罪上主要的根源。所以咱已经读到上尾这段，讲人有罪。保罗讲人有罪，其实就是圣经咧对咱讲，伊所讲的圣经就是旧约吼。所以伊伫遮引用的拢是旧约的经文。罗马书第3章第9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那安尼，咱犹太人敢有较赢外邦人？无，我已经有指责犹太人甲外邦人拢受罪关系。这是罪，这字用名词的方式，伫这张批内底第一遍来出现。原文这句话应该安尼翻译。那安尼怎样？咱犹太人是毋是较占优势？并毋是伫每一个方面，因为咱已经控诉犹太人甲希腊人，因全部拢伫罪恶的下面。保罗伫遮其实伊咧认为罪是一种关系，控制所有的人，这种关系控制所有的人。加利文注意到，保
保罗伫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第2节第3章的头前，是用第三人称讲因，然后伫遮去用咱，集合名词啊，我们，咱，表示啥物货？伊将家己包含伫即个有罪内底。听有意思吼？加里文有注意到这点。克兰菲德这位顶世纪的神学家认为，保罗将罪比评做更较人的，就亲像咱在读启文，迄个圣经中将智慧比评做更较人的讲话，更较人的对无？同款哦，伫圣经内底，罪更较人的，罪会讲话呢。所以会亲像创世纪第3章迄个变做蛇会讲话对吧？然后伫遮，保罗是讲罪有关系的，罪会讲话有关系的。所以真明显是受创世纪的影响，就亲像迄个捌人的心的上帝，咧经过迄个也未动手进前的会解稳。上帝是安尼对伊讲的，《创世纪》第4章第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若行为正直，兼毋是会得到接纳；若无，罪伫门口当等你，伊要控制你，你就甲伊制服。亚兰德修斯这位哈佛大学的老师，伊认为。这嘛是美国的大法官啦，吼，大法官之一。伊认为讲，这虽然是上帝的警告，咧警告人，总是另外一个部分，嘛是上帝咧宣誓。什么意思咧？就是伊是全能，伊知影人心的上帝，总是伊未干涉人的自由意志。听有意思吼？伊未干涉人的自由意志。伊相信人会当控制伊内心的罪恶，所以犹太人的经典米达什用一个故事来描述人的自由意志。伊讲有一个人拄到一个拍蜡的人，这个拍蜡的人抓到一只鸟仔，伊手提一只鸟仔，然后就问这个人讲：“你来摇看卖啊？这只鸟仔是生的？”活的还是死的？你要看卖啊？这只鸟仔是活的还是死的？然后这个人安那回答？这个人来回答讲：啊，伊是生，伊是活的还是死的？全部拢看你来决定。听有意思无？啊，伊啦，这只鸟仔死就死嘛吼，啊，但总是伊来活的，啊，伊来讲死的，伊就决定就好啊。看你决定啊！所以该稳的亲像这个拍蜡的人，有自由意志来决定，要互伊的小弟生，也或是死。上帝咧提醒你，你心内底有一个怪物哦，你爱制服伊。总是该稳到尾也是屈服伫这个罪关系内底，来伊的小弟杀死。关系这场的凶杀案，原文其实有一字真特别，这字叫做“该稳是爬起来，爬起来”。所以米大是咧描述这个发生的情景是安尼：当该稳甲阿伯发生冲突，原底阿伯是迄个更较勇的小弟，所以两个3演到。迄个该稳互阿伯压制伫涂骹，然后这时该稳爱阿伯看老爸老母的面子，赦免伊。阿伯听了不忍心就放该稳，想袂到该稳爬起来，趁阿伯无注意，把伊杀死。这是米大许的描述，讲这幕是安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什么是罪？
罪搁那怪物的，伫人的心内底稳重，常常未出现。咱心内底若有一个怪念头吼，未出现对无？总是咱知影啦。总是当伊出来的时阵，就亲像亚当夏娃想要亲像上帝，就违背上帝的心意，食善恶果。或是甚至亲像该隐，就犯杀人罪。所以这就叫做罪甲伊的关系。对第10节开始，保罗就引用旧约的经文来证实人有罪。听有意思吼？伊毋是家己讲的哦，伊是引用旧约的经文讲，证明人早就伫罪恶的关系内底。罗马书第3章第10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拄照圣经所记载，拢无义人，连一个都无。第10节到12节是节录上时，也是改写诗篇14篇的第1节，甲第2节到第3节的74译本。是安那？我会一直讲74译本，是当时74译本伫犹太人的中间，特别是这捌字的犹太人中间，亲像今仔日的和合本共款，差不多大地拢有。所以伊当时是引用这个版本74译本。克兰菲德讲，保罗是逐字来照写落来，然后改一字尔，这字叫做义人。咱若读迄个诗篇14篇的时，咱就会读到。保罗若改一字尔，这字叫做义人。所以相当有可能保罗当时想起传道者所讲的迄句话，做伙来读这段传道书第7章20节，做伙来读来。世间无一个只有行善无犯罪的义人。换一句话来讲，传道的讲啥？讲世间无一个人是只有行好无行歹的。保罗这种宽恕方式，其实是甲耶稣时代迄个犹太律比咧使用经典的传统有关系。这也是米大许的传统甲来源。以斯拉第7章第10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以斯拉专心研究佮实行上主的律法，将规个命令教导以色列人。这个米大许其实就是研究这字啦，原文就是研究啦，米大许。所以什么会叫做米大许的精神？就是这句话。以斯拉互人看做犹太人，互犹太人的律比看做是上早甲第一位律比，就是文书啦吼，文书的意思。经学教书，咱迄个中文的翻译本嘛会当来翻译做经学教书。然后律比的任务，唔那是将圣经旧约的原本的意思带来互上帝的百姓。另外一个更加要紧的。是免将上帝话，甲即群受领转来的以色列人，迄时所面对的生活甲困境连结。换一句话来讲，不只是上帝的话尔吼，上帝原本迄个话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是免将迄个话换伫现在生活的实况，这就是即句话的意思。所以克兰菲德认为，保罗的改写其实是这个传统，甲这个意思，伊改写一字尔，伊引用改写一字。这也就是保罗伫这张批内底一直咧强调，迄个什么会叫做义？什么会叫做义？伊咧提醒这受批的人，讲道德上的义人行袂出来，然后诗篇14篇的第2节，其实是诗人声音这句话。咱做伙来读诗篇14篇第2节吼，来
上主对天亚勒来看世间人。好，什么时阵是上帝对天亚勒要来看世间人的时阵？就是伊审判的时啦。简单来讲就是安尼吼，迄个概念是安尼。所以伊才会刷落去接即句话。罗马书第3章11节讲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无晓悟的人，拢无人追求上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更较可能是要表达第2站这个义的意思，就是伫上帝面前，人失去迄个义的地位，所以一定会互伊判做有罪。当人若无追求上帝，性命就亲像迄个骨牌、迄个骨牌地落落了，就一直落落去。听有意思吼？就一直落落去，直到会真做诗人所描写罗马书第3章12节这款的地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人拢背叛上帝，拢行歪路。拢无人做好事，连一个拢无。所以原文是应该安尼讲：讲所有的人行偏差，做伙变做无路用，无行温顺的，连一个拢无。所以保罗煞来引用遮的圣经，拢明示，就是暗示，毋是迄个台湾的明示啊吼，明示或暗示啊吼。明明来表示，就是暗示人的身躯顶头的某一个部分。罗马书第3章的13节到14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的脑后亲像开开的梦，因的喙齿干燥，因的喙唇有毒蛇的毒，因的喙内充满恶毒咒诅，对无？毋是拢喙的器官，所以保罗伫遮是逐字咧引用74译本诗篇第5章的第10节后壁，以及诗篇139篇第4节的后壁，以及诗篇第9章28节的头前。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诗人伊是拢引用圣经的话。然后拢是诗人所写的诗，这个是诗人咧表达人嘴所讲的话，会带互人，甚至是损害性命以及内在的破坏。所以拄咧回应保罗前伊捌讲过的这段话，伊讲伊咧写人的罪的时阵，咧讲啥？讲卡遮后话，对吧？吼，诽谤，拄拢咧讲遮个，拢咧列遮个罪。学者咧认为保罗是咧表达一项代志，罪会家己发生，罪会家己发生，甚至也是亲像中世纪的法国的学者保爵。伊所讲的，伊讲罪拢伫言语的中间。罗马书第3章15节到17节，刷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走真紧，急要害人流血；因走过的路，拢有毁灭悲惨，平安的路因毋捌。所以这是将74译本的以赛亚书第59章第7节到第8节录起来，就放伫这个所在。保罗爱咱注意到人真残忍的特性，这是甚至是用诗歌来指出人的行为会造成恐怖的效果。不管人去到倒位所去的所在，会流落毁灭甲悲惨的痕迹，所以人毋知影怎样咧去做真正的和平。这互我联想，我前几工咧看纪录片，就看到迄个海里充满大量的塑胶物仔，然后鱼仔
就安尼食到遮个物件，毋知要安怎，搁活地的鱼啊！所以咱掠做咱这个人无做呢，总是人行过的路所造成的纷扰，真正会互性命无去呢。毋通想讲咱拢甲人无冤家，就咱拢无罪无问题呢。罗马书第3章第1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对上帝心无存敬畏，原文应该是因的目中无惊上帝。所以这实在是讲出人的言语甲行为迄个罪的本质。因为人嘴所讲出来的话是出对人的心，人的目睭所注目的，咱关心的代志，会影响咱所行。听有意思吼？其实吼，咱的行为拢甲咱目睭所注目的有关系。咱目睭注目的会影响人的行为，所以保罗也是安尼讲，因的眼中毋惊上帝是一种象征性的讲法。意思是，伫人的生活内底，无包括敬畏上帝这项代志。所以，当人将上帝排除伫人的生活甲心思以外，不管理论上是毋是无神论者，实际上伊就是无神论者。罗马书第3章1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当咱了解律法一切要求是对伫律法下的人讲的，互人拢袂当辩解，互全世界拢受上帝审判。当时犹太人，因大部分的人拢认为保罗所指控、所指责的这个罪，只有适用伫其他的人身躯顶头啊，他有可能咧指我，只有可能适用伫其他犹太教以外的人。总是保罗伫罗马书第3章第20节指出，上帝的话交互犹太人的目的，是爱因互这个世间了解上帝有审判，所以毋通家己掠做恁真高、恁真厉害，会当免除上帝对人罪恶的谴责。颠倒恁应该接受承认，家己同款，甲所有的人同款，拢背离上帝。伫这个拍伫审判下面，这字其实是当时的法律用词。伫圣经以外希腊文是咧形容一个人若犯法，互家己承受人起诉，然后徛伫法官的面头前的时，所以伫这个所在，保罗是呈现一个法庭的画面。当迄个被告有机会徛伫法官的面前，会当当众辩解的时，因为控告伊的罪真确实，所以伊实在是无话通讲，伊只好点点，这就亲像加里文伫遮安尼写，伊讲：当咱来到上帝面头前，人只会当踢掉的，点点无讲话，听候伊的判决。罗马书第3章2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所以无人靠守律法的条文，会互上帝宣判做义人。对律法，人才知什么是罪。虽然保罗无写照圣经所记载，总是伊真可能是引用诗人的话，因为这规篇拢是引用旧约诗人的话，所以真有可能是伊是引用诗篇143篇第20个尾段，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因为伫你面前活地的人，无一个是义人。保罗咧对咱讲，无人会当倚靠遵行律法
来趁着互上帝称义，宣判做无罪，无可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保罗一开始就将人伫道德上的罪来列出来，甲当时哲学家咧讲，这道德的规范有亲像的所在，总是伫遮，伊搁较使用旧约这种文书，其实当时是这列比所使用经文的方式啦。咱爱知影，当时并毋是亲像咱今仔日讲有册通并无，当时保罗是安怎写出来？保罗是靠伊的头脑所有来记起来，听有意思哦。伊将这经文记伫头壳内，然后安尼一字一字读出来。这是当时文书使用经文的方式。然后伊用这种文书使用经文的方式，来证明伫上帝面前人的罪。因为安尼，人不但是伫做人的道德标准顶头失败，伫上帝面前，搁较无人会当称义。所以人到迄个时阵，只会当点点啊，踢的，喙就踢的，无法度应话。罗马书这本册历来就引起真侪人的讨论。我认为罗马书第1章18节到3章20节，其中有一个真要紧、主要的问题，就是人有自由意志无犯罪吗？初代教父将 Chrysostomo 约翰屈梭多摩过去拢称伊叫做金喙，听讲伊是第一位真奥讲道的牧师，所以伊的另外一个名叫做金喙。伊安尼讲，伊讲肉体甲欲望是中性的，会当好，会当歹，总是人的心纵容欲望，然后安尼才呈现出罪恶。人咧犯罪也是无，关键是人的决定，毋是肉体的本质。总是因为人一定会死这种界限，所以人的欲望真歹控制。所以咱爱倚靠圣神来治死身体的歹所行。这是约翰屈索多摩所讲的。然后后来柏拉图这位神学家，伫伊罗马书的释义，同款释义着这段，伊安尼讲，伊讲保罗是用一种较夸大的这种形容方式来表达人每一个人拢有罪。伊讲会当理解绝大部分的人拢犯罪。伊讲人的犯罪是因为这个罪成做咱的习惯，甚至罪成做咱生活的一部分。柏拉图进一步来解说，上帝用公义审判处理人自由意志所做的选择。人受造本来是好，而且有好的本质，互人拢需要为着家己自由意志所做的选择来负责任。这就是公义无偏差的上帝，伊对好审判，对歹审判，以及伊有先知影，以及竞选的基础。总是伫这个所在，柏拉图过头用人的自由意志来理解称义甲救恩。确实有高举人的迄个可能，才引发奥古斯丁用另外一种角度来反驳，所以因当时有真侪辩论啦。伫因伫地时代有真侪辩论，然后这个反驳才将整个教会教义放到另外一边，来强调上帝至权无上的主权。奥古斯丁嘛根据罗马书哦。真歹势，
因的话拢根据罗马书。俄国书典嘛，根据罗马书发展原罪的这种观念，伊认为对落进前的亚当会当无犯罪，总是对落以后人就落入去迄个袂当无犯罪的境界。总是人若袂当无犯罪，佮引起另外一个问题，若安尼人失去自由意志啊吗？俄国书典是安尼印达，伊讲人若无受上帝义所界限制，人若照家己的自由意志，就是会犯罪啊。俄国书典是安尼印达，然后俄国书典说落安尼讲，咱会互扭曲的听所吸引，选择离开上帝的心意，互罪来合制。所以伫俄国书典死了过年，其实因拢死啊啦吼，因为迄个俄国书，迄个柏拉图是俄国书典死前10年已经死啊，因拢死啊吼。过冬的大公以弗所所举办第3遍的大公会议顶头，将柏拉图定做异端。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对俄国书典开始，阿奎那、马丁路德、加里文一直到现在，拢无搁对这个来做辩论，听有意思吼？迄是古早的辩论啊吼，拢无啊。因为路德甲加里文因要辩论的是另外一项代志，咱读落去咱就知影吼。所以因拢无辩论。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对迄时开始，这就成做基督教会今仔日的基要真理甲信仰个别，就是人有罪啊，人有罪这项代志。总是保罗伫遮咧关心的是啥？伊咧关心人免啊达到上帝公义的要求啊。然后保罗的答案是：无论咱要凭良心，还是凭上帝的律法，人拢无法度伫伊公义的审判进前徛一条。总是人是毋是有自由意志无犯罪咧？其实保罗并无回答，这嘛毋是保罗的关心。总是伊伫罗马书第2章14、19、15节提起一项代志真特别哦。伊伫遐提供迄个外邦人若有一个本性会当行迄个合伫上帝律法的代志，这就亲像我之前讲到问过，我讲倒有可能有人毋知影上帝律法，总是伊行出上帝律法下上帝心意的代志，倒有可能有人安尼。保罗伫遐讲安怎？所以伫圣经内底确实留落迄个空间。所以天主教伫1962年到1965年顶世纪啊，因用3天的时间开一个梵蒂冈第2摆的大公会议，顶头就接纳天主教的学者叫做 Karl Rahner， 伊所讲迄个无名基督徒这种论述。Karl Rahner 认为，伫教会内底宣扬照着耶稣基督有的恩典以外，是有可能有人会当照伊的良心，伊行好，规世人照上帝公义的义的迄款的标准来活，上尾得到拯救，入上帝国。卡拉尔讲有，应该是有，若照保罗的款式。所以梵蒂冈第2遍的会议盛行柏拉图的清白。总是保罗到尾也是认为，其实只有一位才真正符合上帝公义的要求。迄是啥物人？免哪成就？咱后一回才过来讨论。这就是刷落去保罗要讲的。咱照保罗的讲法，无人会当伫上帝面前称义。对咱来讲，其实是事实。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透过罗马书
去了解历史顶头的论辩，总是也会当了解，其实这个论辩对咱的今仔日每一个人其实有迄个好处，咱会当好好来想，以前的人的论辩，因安怎看自由意志，以及咱怎样去面对上帝。愿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帮助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伫你的话面头前，阮确实有限；伫你面前，阮知阮是有罪的人，总是求上帝帮助阮，帮助阮知，阮这个有罪的人会当真正活近你。求上帝赦免阮生命中阮知影以及毋知影的罪。求上帝也引带，互阮知，主你怜悯阮，因为安尼，你的神伫阮生命中搁活，互阮活出你救恩的恩典。求上帝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在伫我心。咱三家来吟圣诗第647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大家起立。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真正人有大大福气嘛，事拢通对靠，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真正人有大福气，大福气，心我常常喜乐。平安，高到跨入艰苦，艰苦事，这是对咱袂有信心，袂有放心交托主，真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真正人有大福气，大福气。真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真正人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靠，真好朋友。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真正人
我常常喜乐平安，报道跨入甘苦，甘苦事，这是对咱唯有真心，唯有放心交托主。阿门。请坐。即时来奉献，请穆桂英、柯明伟两位执事来施献。请起立来应奉献诗。谢谢。你祷告。只是愿甲你成殿。咸汤白白受恩典，虽然不大家苦撑，愿你甘拿愿所献。阿门。咱三个来祈祷。听我的爸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保守甲疼探，互俺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阮满心感谢主，你赏赐阮一切的平安。阮当奉献淡薄金钱，做教会事工所用，求主你来降纳。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三个先来看今仔的经句，伫周报的头一面。你若行为正直，惊毋是为得到接纳，若无罪伫门下口来等候你，伊要控制你，你着甲伊制服，着甲伊制服。创世纪第4章70，请。你若行为正直，兼是会得到接纳，
若无，坐伫门口底等你，伊要控制你，你着甲伊制服。创世纪4章第7节。你若成为正直，检是会得到接纳。若无，坐伫门口等你，伊要控制你，你着甲伊制服。第7节。咱来看今仔日就课内容，都是咱本州甲澳洲侍奉人员，安尼请大家来注意。就咱的聚会，伫今仔日10点半时，上联团契伫701会是有一个专题，就是陈为民长老的专题，请大家来参与。下晡1点，夫妇团契嘛是有一个活动，这是团契部分。甲小组遮的刊登的，请大家来参与。奉献遮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3月初日拜日上午10点到11点，迄当阵刷卡3000元奉献的人，毋知是啥人吼。遮知影是家己的人，请你来到办公室来接触，因为遮爱刊登你的大名。也是咱的消息报告。本主日今仔早时10点半到11点，伫9楼主日学礼拜要举行因的合班礼拜。也是以后主日拢会当有儿童礼拜。这个月4月份的月中节，长老是赖建成，执事是苏依林跟陈美智。中昼12点半，关怀部伫701要召开部会，请部员来出席。后主日是受难周的开始。到19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行苦路的日，请咱大家来灵修甲主同行。中执会来书面报告，请各部遮的部长来将迄报告来交互办公室来整理。小会员伫后礼拜1点伫701会议室，由员要召开小会员会议，请小会员出席。北京的审查会嘛伫后礼拜拜一下晡1点伫702的会议室召开，请委员来出席。教会消息，当秋主日的活动。请大家来看，4月17有受难周的祈祷会，踮伫6楼的副堂，再来举行。4月10拜5是集中8一区受难周联合圣餐礼拜，踮伫洪恩教会。4月20是咱要出外搁偌济联合圣餐。甲教会的野外礼拜，去到中原大学。搁偌济联合野外礼拜报名，请大家来看说明行程甲收费，来报名参与。服务团体伫下晡踮伫9楼主义合班教室要举行课程，请遮有兴趣的遮的家长来参与。第4点就是咱的大楼管理委员会，遮要征教会的摒扫的人员，请有意爱要写履历表来到教会互办公室交互浩杰长老收。第5点就是一年前度上大的事项，就是学贵学校
要开始报名，即届50名尔，所以呢，唯一爱互囡仔参与的，也是邀请厝边小朋友来参与的，会当来。这回下贵学校的信息都是 Mission Faith 是使徒信心来。请家的小朋友成为一个小特务，来进行了解人脉，才会疏导因的脚步，甲因拄到困难是安怎解决，所以才有听见上帝声音，听这个土地来分享伊的听，内容费用俗500块。教界消息。经着中会加信平公益部要有一个讲座，我们与恶的距离，踮伫4月10日，伫成德长老教会，才有一场讲座，请有意爱的人会当来办公室来报名，费用100块。其他合作社今仔日中昼12点半7:02来召开会议，请李监事来出席，谢谢。我来补充报告吼，大先来欢迎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2位姊妹吼，于美英姐妹、黄子轩同学啦哈，应该是同学哈，请他们站起来，站起来哈，咱来拍风欢迎哈，欢迎你们，请坐，请坐哈。因为是小妈妈。的朋友，对，小妈妈是你哈，对，小妈妈的朋友哈，邀请因来，所以我一开始嘛做烦恼讲，唔知影听有台语也无哈，所以愿上帝帮咱夫妻，会当做伙这礼拜是上帝特别的祝福加缘分，愿上帝甲咱做伙伫地。我伫遮来补充报告几项，第2项是要。请咱来报名邀约礼拜，咱4月20號要邀约礼拜，总是即摆咱本来望是今仔日会当查市，总是阮咧看人数应该也未够，所以要拜托咱大家是毋是会使就来报名，因为迄天咱就无伫遮有一场礼拜，所以来会使咱就来参与，嘛会当家己开车。总是这拢爱报名，因为安尼较会当互咱大会知影人数以及咱整个情形吼，伫中原大学、中原大学而已吼，那真的是很近所以详时若会使，我嘛要邀请咱大家吼，咱迄天详时佫有即个下晡的行程，咱会去到青埔的所在，所以要请咱大家吼尽量来报名这个时间会延续到后礼拜下礼拜日来查市，所以是后礼拜日迄天就会查市吼，所以请伫这个进前，请尽紧来报名，这是头一项要补充报告的代志。第2项是受难酒，其实是毋是中秋主日吼？咱后礼拜日迄天是中秋主日，总是刷落去就是受难酒，所以受难酒咱有几个有安排伫拜4甲拜5，就是4月17的暗时拜4，有一个受难酒的祈祷会会伫咱的教会，所以阮会特别安排去年是用洗卡的方式，今年阮可能会真紧的互咱来就知影啦吼，来祈祷，然后毋忘祈祷也是一个行动，透过行动来表达出来。另外拜5，咱会做伙去到拜区的丰运教会来做伙举行拜区的联合的受难酒的礼拜、受难日的礼拜吼。所以圣餐礼拜，所以我要特别邀请咱大家，上尾当然就是咱的国外联合礼拜。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伫这个过程也得到祝福。详时第3个报告是。咱的贵校已经开始报名，所以要拜托咱大家尽紧来报名。随上后礼拜若毋对，咱暑期的另外一个营会嘛要杀出来，就是音乐营。所以毋忘伫咱的囡仔
伫暑期的中间，会当有真侪遮个活动的参与以外，互教会也充满囡仔活动活泼的声音，这是上帝所喜爱的。这时，咱上家来唱圣诗第395首，陪愿感谢你，请起立。一声天悲，愿感谢你，受灵传，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后悔，到底世间。我你所要经历，一关心来，更好给己，恩主你来，最后我你因传朗朗连滚的我们是说有祝福苦口的人，祝因快乐，相信我，高官让表，天天不弃，严格力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请听祝歌。